因為開頭佢話我咧用一個另類嘅方法咧介紹佢，咁我而家咧又想阻各位少少時間，用一個另類嘅方法咧少少總結今日嘅講座。大家睇到咧呢個由胡錦生教授統籌嘅2021年醫學研討會，如果大家仔細睇下，你將所有講者嘅名啊、姓啊同埋佢哋嘅內容係有好多個口字嘅，佢哋一共咧係有我數過㗎啦，29個口。咁啲29個口代表咩嘢咧？18加11咧就係29。咁18口就係個幸字，11口就係個吉字。咁代表咩嘢咧？今年就係杏林界醫學界一個好吉祥嘅一年。如果你再計埋何鴻燊博士個何字嗰個口咧，又有咩意義咧？18口再加1口咧，就係個和字。所以希望嚟緊呢一年咧，亦都係一個和平、和氣、和諧嘅一年。多謝各位。好，非常之多謝鄭燕銘教授嚇，非常之有心思同埋有創意嘅主持啊！相信啲80後嘅主持應該要向佢多多學習啦。好，研討會今日咧就到咗呢個時候都係尾聲啦。咁我哋現在想有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咧，為我哋作結尾詞嘅。不過或者等我哋嘅工作人員搞掂個 podium 先好嘛？胡錦生教授、韓新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各位同仁、各位同道，韓新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嘅醫療研討會，轉眼咧已經舉辦咗6年。我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非常榮幸能參與主辦呢個咁有意思嘅活動。我哋醫學院嘅使命咧就係以優質嘅教育、人心人術，促進醫療科研，提供醫療水平嚟服務社會。呢個研討會俾我哋一個服務社會、回饋社會一個好好機會。同樣重要嘅呢，就係呢個研討會提供一個平台，俾我哋同澳門嘅同道，甚至國內嘅同道。我知道在中間有好多係國內嚟嘅同道，切磋交流。呢6年來，通過呢啲切磋同交流呢，我哋認識咗好多朋友，建立咗好深厚嘅友誼。呢啲係我哋一個額外嘅得着。我要趁住呢個機會，特別多謝我哋嘅統籌主任胡錦生教授。由開始到而家呢6年來呢，每一次研討會都係由胡教授做統籌主任嘅。每一次設計呢個會議嘅時候呢，我都知道胡教授係嘔心瀝血，所有題目所有講者呢都係經精心策劃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個會議得咁成功呢，胡教授有好大嘅功勞。我亦要多謝我哋基金會嘅信託委員會嘅主席韓新博士，同埋副主席禤永明先生。冇佢哋嘅遠見，呢個研討會唔會成立；冇佢哋嘅大力支持，呢個研討會亦都唔會咁樣繼續可以每年舉辦得咁成功。非常多謝你哋。我當然要多謝今日嘅各位講者同埋各位會議嘅主持。我亦要非常多謝各位澳門同埋國內嘅遠道而嚟嘅同道，你哋嘅大力積極嘅參與，俾我哋好多鼓勵。希望我哋嘅友誼長存，明年再見。多謝各位。多謝係霍教授，請留步。現在有請禤永明先生為我哋頒發紀念品俾霍泰輝教授。
請大家鼓掌。多謝晒兩位。請禤先生留步，為我哋繼續頒發紀念品俾主講嘉賓。有請榮潤國教授上台接受。有請何陳雪英教授上台接受。繼續有請周振中醫生上台接受。好多謝兩位，請兩位就座。各位來賓，今日嘅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醫學研討會2010到呢度圓滿結束啦。多謝晒各位嘅蒞臨同埋支持。